Hello，各位好，今日介紹嘅係八哥犬。呢隻細細隻鼻扁扁嘅友仔，原來係中國同埋歐洲宮廷嘅千年時尚明星，起源可以追溯到公元前400年嘅中國漢朝。當時人稱葉袍或者哈巴狗，係皇帝嘅專屬袖珍伴侶。佢哋嘅地位高到宮女太監都要好小心服侍佢哋。八哥仔嘅祖先其實係中國西藏嘅平魯犬，後嚟縮細咗個體型就走咗入宮做寵物。最傳奇嘅故事就係明朝末年，滿清入關之前，有一隻八哥就救駕有功。當時崇禎皇帝嘅寵物八哥狗就叫做阿希，半夜就係咁吠醒皇帝。原來發現宦官叛變啦，救咗皇帝一命。結果呢隻狗狗就被封為貴妃啦，住咗喺金絲籠裏面啦，食人嘅飯啦，成為咗宮廷最紅嘅狗狗啊！明朝嘅滅亡之後八哥狗狗就隨住皇室嘅後裔就流亡啦。1570年代，經荷蘭嘅商人帶咗佢哋去歐洲，去到歐洲八哥犬就大紅大紫。荷蘭王子威廉三世同呢隻八哥犬 Mops 形影不離。仲有維多利亞女王超中意八哥19世紀嘅時候搞咗個八哥 club， 仲親自設計銀領圈。法國嘅拿破崙皇后都養過。呢隻狗狗皇帝 friend， 你哋就要好好照顧佢啦。佢哋個鼻扁啦，呼吸就較弱，唔好做咁劇烈嘅運動啊。佢哋短毛啦，容易清潔，但係記得清潔埋佢哋面上面嗰啲摺位啊。夏天就要特別小心，唔好俾你中暑。室內保持通風同埋開冷氣。飲食要控制好，唔好俾佢哋肥嘟嘟，因為肥嘟嘟會影響佢哋嘅呼吸問題噶。性格都幾黐人嘅，適合家庭寵物，但係要適當嘅社交訓練。定期清理眼睛同埋牙齒啦，防止疾病。真係估佢唔到原來八哥狗狗係皇帝嘅好朋友。下集講咩狗？記得訂閱吱喳講究話，分享你哋嘅寵物故事。下集我哋再見，拜拜。